我现在给你调一下啊。你这样的话呢，它主要是你的肋骨是外翻的，所以说你肋骨要含胸拔背，往后拔，对，没错，拔出来。拔出来之后呢，胯往下坐，拔背。好 ，OK， 非常棒。其实你需要注意这个点啊，因为你的头这块儿，对，这样子，下巴收个1-2公分，就收个半寸，往下收，对，平视，拔背，拔出来，对，拔出来，对，没错，然后往下坐，沉。不用收，自然的、微力垂直的往下这样沉就行了。然后胸内含一点点就可以了。